各位同學，呢段片咧係講一共價鍵嘅形成。咁啊，譬如用氯嚟做例子啦，氯原子咧本身係極唔穩定嘅，因為咧佢本身咧就有得7個最外層電子啦，較白鈾體咧係少一個電子嘅。咁咧每一個氯原子咧都係爭一粒電子先達到白鈾體啦，咁所以佢哋兩者都係傾向去獲得電子，佢哋之間咧就不能有電子嘅轉移啊。如果呢個氯原子俾粒電子佢嘅話咧，佢就得翻6粒啦。而呢個氯原子俾咗電子佢嘅時候，就得翻6粒，所以呢個情況咧係唔會發生嘅。咁共價鍵形成咧係有以下幾個階段嘅。第一啦，氯原子咧係要共用最外層嘅電子嘅，即係每個氯原子要提供一粒電子。意思就係咧呢個氯原子將呢粒電子同另一個氯原子呢粒電子咧係互相共用啦。咁共用嘅時候咧，共用一粒電子嘅時候咧，佢同時間咧就會一齊咧就會多咗粒電子嘅，咁就達到一個白鈾體嘅狀態啦。2468啦，咁兩者都係較穩定。咁氯原子嘅原子核咧就會同結合電子之間咧產生一個叫靜電吸引力。咁中間有個原子核啦，係帶正嘅，電子係帶負啦，咁有個靜電吸引力咧，咁呢個叫做共價鍵。當兩個氯原子咧結合成為一組之後，我哋就會稱為呢一組咧叫做分子啦。而共價鍵咧係一種咧強同埋有方向性嘅靜電吸引力，因為咧其實正負互相吸引啦，咁係有一個明確嘅方向。由於氯分子中嘅粒子咧，氯原子咧係以共價鍵連繫住啊，所以氯分子咧我哋會分類為咧共價嘅物質。跟住咧就講下課堂互動一嘅問題啦。為什麼氯在常溫常壓下咧氯原子不能單獨存在？咁我哋咧發現咧，我哋知道啦，我根據電子排布啦，咁氯原子咧最外層係7粒電子啦，佢電子排布未達到電子偶或者白鈾體嘅狀態，佢係極唔穩定㗎，所以係唔可以單獨存在。所以我哋喺平時日常生活咧見到知道嘅氯氣咧，全部都係用氯分子形式存在嘅。好啦，以下呢個係一個硫嘅分子啦，硫磺分子啦。咁其實咧呢個分子咧裏邊係由咗8個硫嘅原子組成，咁組成咗之後，成個就叫分子啦。而中間呢啲我哋叫共價鍵。